不停用說話中傷別人嘅話，別人其實從來係冇差到嘅。有好多人呢，佢好中意用說話去中傷別人啦，中傷人哋嘅一啲聲譽同埋名譽啦。其實因為你咁樣嘅話，其實佢有冇差到？佢有冇差到我都唔夠膽講，但係我唔會覺得佢有差咗。如果佢係做緊一啲正規正路嘅事，但係第一個差咗，可能就係你㗎啦。當你自己喺一個高智慧嘅態度，或者可能咧喺一啲高階嘅社會層次裏面咧，我哋有好多時候去懂得你咁樣去講緊説話，其實我哋已經知道應唔應該同你合作，甚至乎我哋都應該知道你係一個咩質素嘅人。所以有時候咧，口德係非常之重要。首先你要清楚，你不停咁樣去憤怒，不停話嗰個人，甚至乎你話一啲遠方嘅人，你唔識嘅人，其實你咁樣去講，佢有冇差到呢？所以如果你不停咁樣去中傷別人嘅話，你記住第一個中傷嘅可能就係自己，從來未必中傷人，甚至乎可能會有啲人會覺得你咁樣係仲差，而別人係更加高嘅。好片記得俾朋友